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菠蘿媽講故事。今日要講嘅故事係小紅帽。從前有個可愛嘅小女孩，大家都叫佢小紅帽，因為佢成日戴住一頂紅色帽仔。有一日，媽媽話：小紅帽，呢籃餅乾你攞去森林嗰邊俾外婆，好嗎？但記住，唔好喺路上同陌生人講嘢啊！小紅帽笑住答：知道啦，媽媽，我會小心。佢孭起籃仔，一路行一路唱歌。森林好靜，陽光穿過樹葉閃閃發亮。突然，一隻大灰狼出現啦。佢笑住問：小妹妹，你要去邊呢？小紅帽唔知道佢係壞人，就天真咁答：我去探外婆啊，佢住喺森林深處嗰間屋。大灰狼聽到，眼神閃咗一下，心諗好機會。佢不懷好意地話：咁你不如行花叢嗰條路摘啲花啦，啲花好香，外婆一定鍾意。小紅帽覺得好主意，就停低摘花。而大灰狼呢？佢即刻轉身跑去外婆屋企。狼敲門假扮小紅帽嘅聲音：外婆，我係小紅帽啊！外婆一聽到小紅帽嘅聲音就開門，結果俾大灰狼吞咗落肚。之後，大灰狼着咗外婆件衫，瞓喺床上等小紅帽。小紅帽嚟到屋企望住大灰狼，覺得有啲奇怪。小紅帽話：外婆，你對眼好大啊！狼笑住話：咁我先可以睇清楚你啊！小紅帽又話：外婆，你嘅聲線好粗獷啊！狼答：因為我感冒啊！小紅帽又話：你個嘴巴好大啊！狼大聲叫：係咩？咁我先可以一口吞你落肚啊！狼一大叫，就跳起身想咬小紅帽。咁啱嗰陣有一個獵人經過，聽到聲音，衝入嚟救咗小紅帽，仲救返外婆。大灰狼最後俾人捉咗，以後都再唔敢害人。小朋友，呢個故事教我哋，好奇唔係錯，但要記得聽父母嘅說話，要學習辨識危險，謹慎對待陌生人。喺成長路上，你會面對危險同誘惑，你哋要保持警惕，用心分辨，保護自己最重要。勇敢唔係唔驚，而係即使驚都會堅持做正確嘅事，咁樣先係有智慧嘅小朋友啊！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或者你覺得呢個故事講得好好聽，不如俾個讚好同埋訂閱菠蘿媽講故事，鼓勵菠蘿媽繼續講多啲故仔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！